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做义娘，台语安尼写，做义娘，消遣消磨时间，做趣味的台语讲做义娘。常常看到三金婆咧拣茶米，金婆讲老伙仔讲罔做义娘，三姐讲是讲伊佣人一个，拢去公园甲人行棋做义娘。所以若是营营无聊，无代志做，就是无义娘。庄脚所在，除了看电视，无啥义娘，拢早早就困啊。做义娘嘛当讲做体艺、变体艺，或者是变工艺，也就是消遣半做半耍。阮阿母上爱招伊的姊妹伴煮食做点心。阿母讲规工用先生忙变体艺。阿公用竹仔片做竹仔田莺，要互孙仔耍。伊讲着用用忙变工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做义娘，实在真趣味。